你哋能夠環遊世界嘅關鍵在於乜嘢呢？關鍵在於精通兩文三語啦。香港係一個練習兩文三語嘅理想地方。喺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哋以粵語交談，普通話同埋英語更係香港中小學嘅核心課程之一。此外，公共機構同埋交通設施等都提供咗三語服務，充分咁體現咗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嘅特色。喺香港，好多標誌、文件甚至餐牌都包含中文同英文，呢啲獨特嘅環境同資源都大大幫助我哋提升兩文三語嘅能力，掌握多種語言可以更好地理解唔同嘅文化背景，都便於我哋同人交流，讓我哋走向世界。咁你哋跟住落嚟有咩安排呢？香港嚟緊舉辦咗唔同嘅國際交流活動，例如中法文化交流節、國際電影節，我哋都要參加㗎。我要去四川食火鍋，印度食咖喱，意大利食披薩，仲有只要精通兩文三語，去邊度都得。多謝兩位接受訪問。吳子喬喺機場報道。